后来继续进段消息，来看花莲退休的老师叶春莲，因为伫活动的现场，甲鲍坤琪呛声，结果互粗鲁对待，拎离开现场。鲍坤琪先伫面册铺文，讲拒绝恶意操弄，希望叶老师会当有安好健康的身体。不过，正人的言论继续来探烧。鲍坤琪再度出面来背回，讲当时唔知影迄位是叶老师，伊肯定叶老师伫教育界的贡献。针对这个事件造成的纷扰，甲社会大众回信咧。坤琪对老师深表敬意，也对这次的纷扰也深表歉意，一切到傅坤琪为止。因为叶老师的事件，正人骂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调鲍坤琪亲身回应。当时在现场，大家也不知道他是叶老师。那对于教育界所对花莲的贡献，以及对全国的贡献，我们都深表敬意，也对叶老师感到的这些纷扰，我们在这里向叶老师表示诚挚的歉意。捌得到苏督长被学生叫做叶爸的80岁退休老师叶春莲，初二伫国民党花莲县党部活动，呛鲍坤琪和现场人员插离开，引起民众怒火风波愈来愈大。他不可以这样抓我，他不可以拉我，不可以用这个手扣我的脖子。鲍坤琪捌即个讲，这个代志拢是民进党义务的。后来伫面册发文表示讲，对着场外发生的纷扰，以前以外嘛遗憾，希望讲叶老师有一个健康的身体，下骹拢是差不多支持叶老师的。叶春莲捌家过花公国中有毕业的校友穿校服，摕标语讲我会分辨是非，我会罢免这个人，徛伫校门口甲赞声，这个代志还袂煞。唔那引起抗议的怒火，嘛为大罢免掉，搁添新惨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